來看這回，這台灣欠塑膠袋啊，其實佇中南部也閣有較偏鄉的所在呢，這狀況是真嚴重的。家己有一寡店頭是表示講，即馬這袋仔的價數是去3成左右，有誒甚至閣買無。就有店頭呢是用這退塑膠袋仔錢的這個方式，鼓勵民眾通好減用塑膠袋仔。因那家己市府是表示講，有來注意這市面上敢有囤貨的狀況，賣協助商圈聯合採購。做生意買用的塑膠袋仔。原料受到戰爭來缺欠，必須影響到店家。雖望中央表示，目前全國塑膠袋仔原料供應量會為2.2萬噸提升到2.75萬噸，供應的量有夠。不過中南部閣有較偏僻的所在煞買無，實際去到家己的食品材料行看，架仔頂面也是有欠貨的狀況。4兩的灰袋仔，甲1斤的灰袋仔、2斤的灰袋仔、3斤的灰袋仔，即馬佇市面上足欠。我逐工干那去裝這個塑膠袋。每天攏是配給，我知影去買，我知影1斤內袋，我干那佫買着2包。尺寸無遮少誒，對。但是包貨嘛是攏有欠嘛，小袋仔的包嘛是共款攏有欠。對。係啊，杯仔的真正是攏買無的，杯仔的目前只是攏欠啦，因為工程嘛無，應該講無原料好做嘛。有的店家表示，一寡春秋雖然買有，不過價錢即馬攏去3成左右。有的業者驚影響到生意，就家己去收成本，嘛有業者用退錢的方式。鼓勵來消費的民眾，家己準備塑膠袋啊！現在是外面不好買啊，漲30%哦。買一個便當就是退2塊，退2塊給客人。你要自備塑膠袋，5個就退10塊，10個就退20塊。家己市政府表示，有配合地檢署甲調查站，對市內塑膠袋的中盤甲零售通路來稽查，嘛發現真正有一寡春秋的袋仔有欠貨的狀況，會用商圈也是市場做單位調查塑膠袋仔的需求，協助媒合影響袋仔的廠商來買。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。